生目睭发白白，无摸过水滴呢。来遮的朋友拢会使摸吗？还是讲爱甲你？拢会使摸。哎，食这家好，这啥？这叫狼尾草，是他们的牧草。我们后面还有一只，那只是女生，她叫做米粉。米粉来。哇！蔡老师，你平常时就食这草啊尔吗？不止哦。我看你个摕一罐这啥？对，这个是他们最爱吃的一个食物，叫做大力丸，这是老鼠专用饲料。最主要是大力丸它很硬，所以它可以磨断老鼠的牙齿。会使磨牙啦。对，牙齿太长，他们会没办法吃饭，所以要定期磨牙齿。芬妮，你要倒一瓶？来，先好看。哇，伊无法度选，伊无法度选。要选倒，要选啥？即摆你想讲变咯？选啥？足烧的，足烧的。伊的喙足烧的。敢若迄个火球场同款。因为伊拄仔补物件补到。伊会选这个大力丸的。够水啊！